다 중국没被地主叔叔到浪球约的，因为地主确实在我买的，叔叔到浪球约的，叔叔到浪球的讲那个呗，简单怕卡的就那个呗，能够出的卡的就这家我买的，啊，的确为呢，我就如果就推个热外学的，这嘛都那我就给这休息，我就差不多都几千我都你千我都休息，对吧？是干没？呢，每个才晓得呢。写了七个名额，每个名额，因为那个我呢，我就说，我就说是那个要嘛，呀，这个每就长期没得钱嘛，就是切一个钱嘛，但是你们切，其他的兄弟们说上当要的，现在不抢嘛说，就是第一些不抢为呢，现在给连续用这个就当，我这里我那今年学了这个全部的学习了，是不是？有些。但怎么领的呀？那就这些给了，他们俺说那就苦着给，那种给吃的呀，他就写，那种那个如果锻炼越南没那么这，他都不都，这种那个整个做的这种方式讲什么需要给，估计给年轻的，那第一个呢，别人那就苦着起来的，就是那个连做写那个有，要么你写那个有写，那些人买的第一年，他差出当然当，出不去当然的呀。全部烧了出国呀！今天这个的，那就是当然的当成一个话呢，那个的过处差不多。那这段年度，你戏剧演戏看的，演戏不的这个，他可能出那就角色的，第刚了呀，那就烧了看通了都，这就去新剧去啊，他们都，搞得推叔，当然说戏剧性当都要靠流的。戏剧基本是讲一枚呢，生活在老大的前面搞了很大看的用的，对民开发说对不对？戏剧开发说对不对？实际个钱的开发说对不对？但是说年轻钱忙不要的，就是做的那种看个讨论一枚呢，戏剧个剧还得是做，戏剧剧作为电呢，那些剧做了哇，那些剧做呢，第一个对不对？俺民间代表过的，因为什么戏剧剧还做没，就是年轻做起来的，戏剧年轻看跟年轻确实不抵挡。忙不当然是上路都忙不了的，戏剧跟演戏看跟演戏本这个第几个演戏本。